電話騙徒，我遇上了。各位網友，尋日我收到一個電話，對方話佢係支付寶香港嘅職員，姓陳，職員編號226089。我睇到佢嘅電話號碼係69712316。我聽到支付寶香港，我係半信半疑嘅，因為我已經好耐冇使用支付寶香港，無端端點解會揾我呢？佢問我：馮小姐，你開始登記使用支付寶嘅時候，係咪打咗3個剔？我話唔記得。佢話其實我係申請咗一個全方位保險，係由銀聯承保嘅，一直都係免保費嘅。但係到今年6月起就到期，會開始收取每年1800蚊嘅保費。佢問我係咪接受呢份保險，我當然話要取消。佢話支付寶方面係唔能夠幫我取消嘅，要我聯絡銀聯中心。但係佢首先要確認一下我嘅電話號碼，佢話會發一個短信俾我，我無需處理嗰個短信，只係需要回答係咪收到短信就得㗎啦。然後我真係收到短信，見發出者係 Alipay Hong Kong，前面有個井號嘅。按我嘅知識，有井號嘅就代表係真實嘅政府機構或者金融機構。我開始相信對方真嘅係 Alipay Hong Kong 嘅員工，因為佢真係可以向我發出短信。然後佢喺電話中繼續指導我去了解所謂銀聯提供嘅保險。首先係打開支付寶香港嘅網頁，撳我的，撳設置，再撳關於，撳服務協議，然後就向下碌到第18項，見到 EasySafe Pay。呢個第18項好長嘅，當然冇時間慢慢睇。我相信係原來我都有好多交易嘅保障喎。於是我就開始入局啦。佢話如果要取消保險，必須要我自己直接聯絡銀聯，有2個方法嘅。第一，上銀聯中心門市，地址灣仔告士打道港灣中心20樓。第二，喺線上辦理，以 WhatsApp 方式聯繫，電話號碼係84380643。我話我選第2種方法，佢就教我點樣喺 WhatsApp 聯繫，就先去自己通訊錄加呢個號碼，我整嚟整去都加唔到，搞到我氹氹轉。跟住佢就叫我開 WhatsApp 對話，喺放大鏡位置打入號碼，一搜就搜到。我就見到銀聯嘅 logo。佢叫我寫取消支付寶保險服務，咁樣咧銀聯會安排一個丑號俾我，等我排隊等銀聯職員打電話俾我，我就照住做。銀聯就立即回覆話：你嘅輪候號碼係156。現在我哋正在處理嘅輪候號碼係145，請你耐心等候我哋嘅真人客服，將會喺稍後與你聯絡，協助解決你嘅問題。電話中嘅陳先生就提醒我，收到電話必須要接，如果唔接呢，我嘅輪候號碼就會被取消，然後我要重新排個隊㗎啦。陳先生就收線，我就喺度等電話。不過我睇見我個輪候號碼有成11個，有排等，於是我就翻去支付寶個網頁嗰度睇下嗰啲保險係乜嘢嘢。去到 Alipay 網頁，我就見到有新嘅通知，係我未睇嘅，於是我就撳入去睇下。跟住我就睇到2025年9月19號發出嘅溫馨提示：近日發現有騙徒分別以短信和電話方式冒認 Alipay Hong Kong客服，並以取消保險為由，誘騙客戶點擊偽冒網站索取客戶個人資料。咦？我就醒覺頭先嗰個陳先生9成9係假嘅喎。跟住我再上網搜尋，打入 Alipay Hong Kong、銀聯等等嘅字眼，跟住就引導我去 Facebook 睇見一啲 cases 係分享嗰啲內容同我所經歷嘅啲細節係一模一樣嘅。回心一諗，Alipay Hong Kong有幾十萬客戶，有乜可能咁樣去打電話俾客戶啊？剛才嗰位陳生一定係騙徒。陳生又再打嚟問我點解唔接電話。其實因為我校咗靜音，我喺度上緊網，所以唔知道有電話嚟。我聽佢講轉去 WhatsApp，睇到我真係有電話嚟。佢話我可能個網絡有問題，叫我開 WiFi 等電話。我就陪佢做戲做全套。我話直接去灣仔銀聯中心嗰度搞。佢話我自己去唔得，要經佢攞籌，必須係今日之內申請，因為明日開始就扣錢。我就話4點半，佢就幫我攞到5點半嘅籌。
佢話稍後會有服務問卷調查，叫我留意電郵。我就話多謝佢嘅服務，細心又有耐性，會俾佢滿分。我一路睇 Alipay 嘅網頁，原來佢有個舉報中心。我喺可疑信息舉報嗰度舉報咗呢件事，我嘅舉報會喺10天之內有回覆，目前就喺審核之中。回顧整件事，令我入信嘅位係佢 send 個 Alipay 短信俾我，細心睇清楚，呢個短信真係 Alipay 發俾我嘅，係當有人用其他手機試圖登入我嘅賬戶發俾我嘅驗證碼。所以騙徒係好容易做到呢件事，引導我去諗佢係 Alipay 嘅員工。然後嗰個陳生引導我去睇服務協議第18項，我再睇清楚，其實呢啲嘅保障係 Alipay 提供嘅，唔係銀聯提供嘅。陳生就帶我遊花園，一路撳嚟撳去，頭腦就開始唔清醒，保障同保險就撈亂咗啦。去到 WhatsApp 嗰個銀聯嘅頭像好細，放大睇就見到好朦，明顯係好假嘅。回想起嚟，自己真係比較蠢。騙徒快速咁帶我睇呢啲睇嗰啲，我自己就冇拖慢對話，仔細觀察佢俾我睇嗰啲畫面。其實只要細心睇就會發現破綻，從開始有少少相信佢，漸漸落入佢嘅敘事之中，然後就俾佢帶領咗節奏。不過我相信騙徒掌握我嘅資料應該唔多，佢應該知道我姓馮，知我嘅電話號碼同埋 Alipay 嘅賬戶號碼，佢應該冇我身份證資料。因為佢一直稱呼我係馮小姐，其實我係男人，所以佢能夠損害我嘅機會係非常之低嘅。感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